美国这波对顶关税呢，嘛来冲击到全球药品的供应链。咱卫福部是有提出4项应对的方案，也毋过贸易法委员是提醒讲，这卫福部应该着爱来重视健保抬价，也佮有欠药啊的问题。另外，咱本土药品的量能嘛是关注的焦点。美国对顶关税唔但冲击各大产业，也牵动全球药品供应链版图。台湾也受影响。卫福部长柯泰源表示，政府除了积极向美国争取有利的条件，也会启动药品强化供应路径，提升药品度比，确保药价合理，甲鼓励在地制药等4大策略，专业稳定供药。拥有许可证的国外许可证的一些厂商，能够备妥他们的药比如说在制剂方面，我们希望要备存3个月，原料要有6个月有立委点出台湾药品供应存在真侪脆弱点，包括健保普及、甲欠药形成恶性循环，造成达到第8季药品特别卡欠回。不过，健保署长赵宗良强调，只要提出合理成本、计销时当调整的，过去1年就提关200项。我知道您也允许他们来申请调涨，如果是因为这些尤其是关税这些影响，那你知道要多少时间吗？在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药品里面呢，我们都有预警制度，说如果你要可能会有缺药的情形，你6个月之前就应该要来通报。有立委提醒，面对国际情势变化，台湾需要重视药品供应转型的问题，加强国产量能。逼着台湾是不是要去认清我们自己药品的供应韧性，能不能不要依赖进口的事实，而是要加强我们在地生产的量能。本土制药量能甲关键药品度比制度，拢是外界关注焦点。安怎兑现稳定供药承诺，也是卫福部爱面对的挑战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